让你变成瘸子！姓田的，弟兄们好，把陈胡子给我押上来。弟兄们，按照山规，我已经给大掌柜的报仇了，可我还没回来，陈胡子就派大嘴和狗娃去杀我。陈胡子，你当着弟兄们的面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想谋杀我？是男人就要敢做敢当。大嘴，狗娃，你们俩说。狗娃，大嘴，我咋没看出来呢？你们这两个狼心狗肺的王八蛋！陈胡子，可是老子没瞎眼，老子的眼睛也亮着呢。陈胡子，你为啥要杀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女人。是女人就要杀吗？弟兄们，你们都是有老婆、有娃的人，你们是不是要杀你们的女人和娃？不是因为我是女人，是因为刘和尚在临死前交代过，让我做掌柜的，你不服，所以你才生了杀心，对吧？对，老子就是不服。弟兄们，篡位谋反，在我们黑龙潭该当何罪？杀头的罪，乱枪打死！弟兄们，你们说话呀！你们要是不想让我做掌柜的，那我就走。让夫人当大掌柜的，那是刘和尚留下的话。弟兄们，夫人已经杀了董大年，又杀了警察局长，光辉、狗娃，还有我大嘴的命，也是夫人给救的。你们说，凭什么不让夫人当掌柜的？陈胡子，你说咋办？我来动手。慢着，弟兄们，我想给陈胡子留条活路。夫人，不能留啊，那可是放虎归山。弟兄们，我是看在刘和尚的面上。再说了，陈胡子会扎针、治病，我想留着他，给山里的百姓们治病。田彩霞，做你的大头梦吧！老子就是死，也不会给黑龙潭的人治病的。陈胡子，你听清楚了，我说的是山里的百姓。黑龙潭的弟兄们，就是病死了，也不会找到你的。但黑龙潭的规矩不能破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哼，你能咋样？陈胡子，你要是命好，我就打不下来鸽子。姓田的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。我要让你变成瘸子！姓田的，老子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把他给我抬到后山的黑龙观去！老子不会放过你！走，快点！走，走！拜大掌柜！大掌柜好！弟兄们，除了黑龙潭的规矩以外，我在这儿再立几条规矩。虽说我们是土匪，在抢劫的时候杀人放火，但我们平时不能烧杀奸淫、滥杀无辜、欺压百姓，违者斩。不准！
烧杀奸淫，不准烧杀奸淫，不准滥杀无辜，不准滥杀无辜，不准侵害百姓，不准侵害百姓。违者斩！违者斩！弟兄们，每次行动，我田彩霞要不身先士卒的话，弟兄们可以把我乱枪打死。掌柜的指导东，我们绝不打到西。掌柜的指导东，我们绝不打到西。撤！你们就在这等我吧，去那么多人，别把人吓着。我一个人去。好。姐，要不我帮你去抱娃？光辉，不用了，我是娃他妈，我要一个人亲自把娃抱出来。掌柜的，你一个人去，他们不给你娃咋办？那我为啥叫你们来啊？我走了啊。哎。姑娘，你找谁呀？大爷，这家人哪儿去了？这家人搬走了，去哪儿了？都回陕北了。王奶妈，去给孩子洗尿布去。去你的！你才是奶妈呢，凭啥让我想？你是娃他舅嘛？他大舅、他二舅都是他舅。高桌子、地板凳都是木头，走一步退一步等于没走。贵的。大哥，大嫂。哎，你找谁呀？我找姓金的人家。哦，以前是，现在他搬走了，这房子我住了。搬哪儿去了？搬哪儿我不知道，反正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就搬走了。掌柜的，你别急，娃会找着的。就是，再说你是娃的亲妈，他们迟早会认你的。回吧。哎，走。走，哎，走吧。我本来只是个良家妇女，只想过相夫教子的日子，没想到老天爷不让我过这样的日子。从今后我就是土匪了，而且是大掌柜的。姐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转过去。